没事吧？没事。衣服。哦，你朋友帮过我，算我还他一个人情。我朋友。 他是高山。哎，先生，您不能去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是来面试的，不好意思，面试已经结束了。能不能在我面试时间里扣除这一部分？但请你一定让我参加这次面试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实在不好意思，应聘人选已经定下了。谁啊？刚刚这位。 怎么样？给我。成功了，真的，多亏了你，太好了。我看你刚到广州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哪来的西装啊？林小姐，你果然认识我呀？有事吗？那个司机是你的人吧？什么司机啊？你要干什么啊？就为了升个职啊！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承认你找人拦住我，然后想方设法阻止我面试？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个不会也是你设计好的吧？厉害呀，漏的还这么刚刚好。高先生，麻烦你搞清楚，你之所以被淘汰，是因为你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，迟到错过了面试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请你不要发散你的想象力，把莫须有的罪名套在我的头上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没做过？我没有。穿着吧，记得你自己说过的话。 原来他就是高山，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看不太正常。